继续来到台中，开30亿来打造，顶个月才来启用的中央公园。有一个太太咧揪这个单杠，就是咧揪这个番膏啊的时阵，这个番膏啊竟然冷气脱气，害这个太太摔伫个涂骹，正骹三指骹前指啊，这个指啊骨断去，爱开刀来住院。负责设施的永工处来回应讲，已经把这个番膏啊修理好势了，卖尽全力协助这个受伤的太太申请赔偿。 去年12月启用的台中市中央公园呢，占地67.多公顷，里面除了绿地以外，还有不少设施。但是就是这一座新的单杠，却让民众在使用时受伤。没错。如果再松一点的话，应该就会掉下来。 因为上方的铁杆呢是用胶合的方式呢和旁边的木头固定，使用者在拉的时候呢，上面的横杆突然断落，它得掉落到地面，脚也因此骨折受伤。查某人经过手术，休困要1个月才出院，打电话向市府求偿，各单位拢伫咧杀资金。政府没有主动的去联络或是处理善后，这是应该是最不好的一个那个。问负责公园设备的永工处处长讲，可能是电话转接的问题，一定要查某人到3工。 就医啦，或者是后续其申请国赔的相关资讯，我们都有告诉他。那我们也会主动来积极协助他。另外，永工处卖改用铁钉啊来固定娱乐设备。这座开30亿打造的中央公园，会当讲是运命坎坷。为去年12月6号开幕到即马，本来要举办跨年活动和元宵灯会，拢因为疫情取消。即马搁发生设备害去，互民众着伤。永工处讲会尽全力替这个伤者申请赔偿。